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我们马上就要变成盒子了。刚才这么危险，你怎么不躲呀？要死一起死啊！我怎么听着小景今儿个有点不对劲儿啊？怎么不对劲儿了？当年你追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对劲儿。你脑子坏掉了，到底谁追谁？我追你，我追你，我追你，我追你。这么高，肯定上不去啊！嗯，你这么怂，肯定上不去。我才不怂呢！行，我先给你示范一下，我上去，你跟着我。15。我知道15，不用说。加油！这程序设计有问题。这上面好像是空气墙。我过来了，这有一个洞，你快爬进来。你觉得我会钻狗洞？会。先别管我，我再试试。